么是同性恋，要么是别人的。这古代的帅哥又跑去出家，无随而已。莫非妙莲是为利器所寄？国师，那你看一下，风昭仪的身子如何？啊，他过来了，过来了！娘娘，请伸出手来。啊。居然有这么帅的和尚，唉，可惜猪猪不在。啊，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回陛下，娘娘只因邪毒入侵，造成呕血症状，并非什么精气妖媚。这呕血症，所有的御医都治不了，还是替冯昭仪去体内的邪毒吧。阿弥陀佛。这么超级英俊的男人，怎么会当和尚呢？现代的帅哥，要么是同性恋，要么是别人的。这古代的帅哥又跑去出家，唉，资源浪费啊！家业，你快点还俗，让我采摘采摘吧。娘娘，请。来。怎么浑身都暖暖的？娘娘，法事完毕，小僧告辞了。啊，你做完了？娘娘，再来一次吧。奴婢替娘娘谢谢国师。哎呀，你让阿开！弥陀佛。哎呀，好帅！娘娘，迦叶国师果然厉害，您看起来气色好多了。柳儿，迦叶那么帅，他怎么会当和尚呢？迦叶国师的身世，没有人知道。柳儿，你再跟我说说我的身世吧。哎呀，好柳儿，最后一次，就一次啊！娘娘，您是本朝国师乐亭侯冯伯的长女，今年22岁。啊，娘娘，想当年，您出嫁给皇上的时候，那是全国最高的仪仗。前有御林军侍卫开道，后有花团锦簇的宫女相拥，整个金陵城万人空巷，好不热闹。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吏，全都出来看您呢。那典礼呀，别提多威风了。我以前还那么风光过呢。那是不是我昏迷的这段时间，皇上总来看我呀？娘娘，
您刚昏迷的时候，皇上总是来看您的。可是您这病得太久了，皇上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皇太后怕您的病会传染给皇上，就不让他常来了。不过现在皇上也是半个月就来看你一次的。那是不是说我一时半会儿都见不到皇上了？娘娘，皇上可巴不得您好呢，您怎么能高兴呢？哼，我还巴不得再也见不到他呢。冯昭仪，这是冯昭仪吗？你是谁啊？冯昭仪，你倒是会做戏呀，连我是谁都不认得了。神经病！放开我！贱人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敢调戏皇上的妃子！调戏？哼！娘娘，你等着！手真狠！娘娘，这又丑又横的男人是谁啊？他是三王爷呀。娘娘，我是跟他有什么过节吗？娘娘，您在进宫之前跟三王爷有过婚约呀？我跟他有婚约？奴婢觉得三王爷可能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，所以见您落难了，就跑来落井下石了。啊，你们古代可真乱啊！他什么来头啊？三王爷是皇上的同胞兄弟，皇太后可宠他了，权力大着呢。哦，对了，娘娘，三王爷来这儿的事儿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怕别人知道我跟他藕断丝连，怕皇上惩罚我？嘘。哎呀，娘娘，我差点忘了正事儿，陈昭仪往这边来了。她一直嫉妒您是宠妃，您可要小心了。Oh my god！ 娘娘，来了来了。参见陈昭仪。妹妹的病可好些了？姐姐，我过来看看你。多谢。好的差不多了。既然好差不多了，就不要让皇上三天两头的往你那儿跑。皇上龙体金贵，日理万机，可吃不消你这狐媚劲儿。要是传染上了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啊，说的也是啊。姐姐，你身怀6甲，就不怕我传染给你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肚子！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啊！娘娘，我们可没碰你，我们没碰你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哎呀！爱妃突然间摔倒，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？